这个南北合作，侯友宜昨开记者会，甲郭文泰来话话，希望重新来启动民调协商，双方各自派2位的专家针对着进前9份的民调重新来判定。不过，这个郭文泰的竞选总干事黄珊珊来回讲，安尼无采工，讲进前专家已经用5点钟的时间来讨论民调，同款的数字搁电看，嘛是同款的结果。啊，郭文泰是不是会独立来参选呢？黄珊珊回讲，郭文泰会以总统参选人的身份拼到底。啊，黄珊珊即摆上新的画面已经去这个领票了。柯主席已经讲得非常清楚，他会以台湾民众党总统候选人部分拼战到底。那北北合郭文泰竞选总干事黄珊珊为咗底线，也过挂号上面做正，唔是一边讲的准算。谁赢就是正，谁输就当副。前一天，侯友宜建议郭文泰双方各摕过去的9份民调派4位民调专家重新研究，得看郭文泰阵营敢有要接受。如果再重新回到这9份问卷审查，其实是徒劳无功的，因为这9份的这个问卷里面，它其实原本的问题依然存在，没有被解决。现在又要重新再做计算。等于重新来过，其实也是当天晚上5个半小时。那我们不晓得到底在做什么。为民调到分数的计算，那被双方又完无共识。严格就特别到登记的最后一天，郭文泰那连续3天积极拜会贵党的。根据了解，今仔日郭主席和贵党的2个人会各再别会。另外，黄珊珊也伫今仔日到中山会领票，郭文泰有可能会独立参选，严格也副手人选举上也必须关注。不分区的名单不可能变成副手的人选啊，因为他都要做不同的登记，这样子怎么？这个可能现实上会有一些困扰。那被敢会破局，这民众都唔敢讲，严格独立参选的拍算有完存在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而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